位置咧喺香港新界屯門嘅富泰村啊，呢度有嘅商場富泰商場。呢度有譚仔。上到嚟見到有教育中心、優品360、包店先生、藥房、KFC、美心、功夫茶、娛樂、阿信屋。中醫。大快活。麥當勞開咗幾大個喎？呢度賣零食啦。雅景鋪呢間做美容嘅翠河茶餐廳。藥房醫務所。萬寧。日本城郵政局。呢度有酒樓嘅，呢啲有自提點、入樽機，呢啲都係自提點。燈塔結局會如何？誰會伸出手拯救大量曙光？如果災劫已沒法躲，只可振作別要慌。難捱到衝破，定有新的媽媽 baby。難救的差錯，你別太